7月5号20时左右，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那就说是该有这个违反法律的民族分裂坚决制裁。分子热比亚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近日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煽动闹事，要融合一点，要出动大事。7月5号20时左右，一些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解放路、大巴扎、金华路、外环路。经法庭审理查明，2009年7月5日20时许，当前呀，新疆反恐维稳三起叠加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您已超时，请勿务必占用。